姐姐，不好意思，你们应该向后转，我们的字在这边。向后转。你把它们请，把它怎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我们要开始要杀猪了哈。再过5分钟，我们就要杀猪了。拉比那个在工作人员，请大家自助往那边走。来，妈妈。举一点，举一点。太烂了。好，小朋友，接下来是你们的慢点的动作。好，先待会儿呢，我们就要开始。嘿，你们有准备你们的那个了吗？待会儿杀猪的时候，我们要走到那边去。好，好，现在我们有奖征答、抢答题，高中、国中生也可以抢答过来。好，有5题，有5题。现在我们欢迎最有智慧的牧师来提问题，你们抢答。现在要抢答哦。奖品准备好了吗？好，5个题目是不是？好。要举手哦。开始哦。第1题，来，谁要吃？好，第1题。第1题，是谁决定要举办祈雨祭？是谁？1、2、3，好，李子俊。老人。老人。长老部落的祈老。部落的祈。对，我们这个呢。老人对吗？对不对？你妈啊，你妈老人说우리 키우다。老人。你妈妈可以分人都우리 키우다。长老。祈老不对。不对。小朋友啊。没有。长老。预备，5、4、3、2、1。妇女。谁？你？妇女。谁？你嘛？头目阿莎。头目阿莎。没有答案。预备，蒋玉玲。村长。那时候还没村长。王浩成。长老，看着他们已经讲长老了。阿刀。妇女，请坐。5、4，好，来，蒋玉玲。酋长在海上。来，我们请牧师给提示。好。等一下。几个字？我知道了。大家都可以参加的。全部录。什么东西啊？来，那个来，什么珍珍呢？珍来，你还没回答。男孩子。不对。不对。来，手放下来，5、1，好，你阿道。错。来，预备，手放下。1，你。年长者。全部的亲。头目已经讲了。你。村民阿爸。没有村民。对，所有部落的人。就是所有部落的人讨论决定。了解了吗？部落所有的人讨论决定，所以他说的答案是村民，对不对？对。好，请给奖品。起来。理事长给奖品。继续问。第2题，刚刚有5个人，有5个伯伯讲他们关于祈雨祭的记忆和他们的经验，请你回答。有几个人有参加，有几个人没有参加？ 1、2、3。
你不要再举了，再放下。我算到1，你们就举手哈。1，哦，你这些一个什么？一个人，是谁？参加的赛，有参加的。几个人没有参加？几个人有参加？1个人参加，4个人没有参加。1个人参加，4个人没有参加，答对了。好，下一题。被答对了。第3题。你又知道哪个？我知道。参加奇遇记的人，他要有什么样的装备？讲出其中一个吗？快点！说，你不要再举了哈，有拿到的不要。说2个以上。好，预备，我算到3哦。1、3。好，理事长请是谁？谁最快？那个珍珍吗？长毛，刀，然后还有那个枪。好，长矛和枪至少是这2种，还有枪。答对吗？答对了。BB 枪。好，那个 BB。刚才有说到哦，请你说出祈雨的方式，向神明、向达拉嘎拉祈求雨的祈祷的方式是怎么样的？1、2，怎么样祈雨？怎么祈雨？预备，3。哇！那边谁？怎么祈这个难吗？有不同的说法，但是你只要讲出1种就好了。我们怎么祈雨的？1、2、3。好，你。我们先摆出12个石头，不要你讲了。摆出12个石头是预备动作。最重要的动作是什么？靠纸在举手。没有看他们举啊，后面的。1、2、3，举手快点呐！哎呀。那个猪肉和小米酒祈祷。男子。猪肉和小米酒。那是准备的动作，不是祈雨的动作。好，讲佩林。拿水向上泼。拿水向上泼，还有呢？芒草。上天。长矛向上举。对哦，水向天上泼，然后长矛向天上刺。哦，有这样的说法。好，答对了。最后一题最简单。对了。有拿到的不要再举了。为什么要祈雨？1。来，等一下，我们请那个伯伯来立官说谁回答哈。1，伯伯把这个给你们上伯伯来立官。我把这个给你们上去。1、2、3，立马。压倒是吧？压倒。气候刚到缺乏雨水。啊？气候刚到缺乏雨水。缺乏雨水。缺乏水。因为缺乏水和干旱了，答对了。好，这答对了。来，好，杀猪也是有5题，所以没有回答的也请那个好。Bagaimana Mapola? Atau so sama nanti toa. Tumukul dan toa. Apa ibu? Tumukul ya? Toa asang. tumukul deh. 好，现在各位小朋友，你们的宝宝们，你们在para ibu ikan aku tadi. Lurus kita lurus, lurus semua padamu, lurus ikan aku dah. 好，小朋友，我们往前面走。